台北风变强，加上风雨风台挖变强挖过来，各地头对礼拜开始到后礼拜三落落雨，特别是北部和东部。今日开始会进行这低压拍卖运山，还个台地有一寡风分期啊，今日一定会当买到这现台地马路。台北市政府含新工人寿解除这T 70倍契约金额定伫44.7亿，主办案的希望回答伫台北设主公司带动产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天气，讲连续这2天是真好天，不过今麦要变天啊。这气象署讲，说落来呢，这东北季风变强，加上风风台变强了后，再挖过来，各地头对礼拜开始呢，到后礼拜三都会落雨，尤其是北部和东半部就要特别注意。目前也观察到这风台，伫礼拜时阵，将有可能就会变做是强度风台啊。吹七是立冬，俗语讲立冬保冬，咱嘛惯势食羊肉炉、姜母鸭来补喙空。今年的立冬，毋但袂冷，天气阁真好，也毋过气象署表示特别翻天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佮加上风台当伫挖近台湾，气象署讲风台的强度会阁变强。礼拜接近菲律宾的时，真有可能就会变作强度风台。未来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会持续增强，并且形成为强烈台风。但因为通过菲律宾陆地的时候会受到地形的破坏，所以这时候它可能就会从强烈台风减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当然有可能它在出海的时候，它的强度因为随着地形的因素没有了，所以它强度有可能会再增强一点点。可是呢，它的增强的情况是有限的，因为它未来向北移动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北边带来的东北季风的影响。雨水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对礼拜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三，各地会落雨卖翻冷，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含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含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上大雨。另外，中南部地区的雨水还阁观察风台的路线，才有通评估。随着台风的路径会有高度的相关。好，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预估看起来，东半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未来的下雨可能在周2、周3还是值得需要去注意，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况。南部地区随台风的接近的程度，可能也要注意，可能会有在礼拜2、3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气象署提醒，礼拜和后礼拜1，沿海地区含外岛有可能会上大水雨，风嘛真透，有可能会升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另外，嘛有3米悬的海涌，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担心东郑准由台北报道。为了要解决有这健保的债务，卫福部长赵忠良昨日就表示讲，要修法使用结算制，就是把这利息加减租金加起来，一年若总有超过2万块，就会甲民众扣这健保的补偿保费。这个消息一出来，却引起争议。连金管会拢讲，伊根本就唔知影这件代志。行政院呢，昨日暗时就先来打动，院长杜永泰也讲，下部会沟通会当做了更较好。卫福部长赵忠良昨日提出健保补偿保费修法的改革，引起争议。最后，这个政策7点钟了后，迄暗就去有行政院打动，就连院长杜永泰就讲，爱加强下部会沟通。根本没有跟金管会来沟通讨论过这样的决策模式，请问院长觉得这样可取吗？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定案，它就是一个预告，让社会各界来提供意见。院长，你们的部会之间的沟通应该要做检讨，可以更好。原地改革的内容包括利息、股利、甲租金3个项目的补偿保费，采年度计算的制度。若超过2万块，就要纳补偿保费2.11%。若户口累积股票的人负担大大增加，就连因的立委嘛指出讲，一般的上班族会受到真大的冲击。让我们看到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家对于健保的永续财源能够更稳健。但是呢，不要让年轻世代有受到被剥夺的这种负面的观感。这个政策当然在我们内部是讨论了许久，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为这个健保的财务在做研析，跟很多的财经专家都有讨论过，但是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启动啦。赵忠良强调讲，政策的出发点拢是不要互健保倒去。面对这个争议，伊嘛讲，伊袂要意敢是要坐这个位。也若中经院院长咧宪明指出，政策的方向值得肯定，不过超过2万块就要扣补偿保费的标准，是2013年算出来的数字，已经10年无更新，建议条件爱阁调整。
很多人其实是透过拆单的方式来避免这个补充性保费的收取。部长只是希望能够考虑以结算的方式来处理。假设是以2万块钱作为一个下限的话，当然它会影响的就比较大了。但我们适度的把它往上拉，其实应该就会影响的效果就会小很多。赖希明指出，过去健保主要是靠薪水所得来经。不过，社会结构已经改变，资本所得的比例渐渐加悬，制度嘛应该对时代进步。安怎伫咧公平性甲行政成本之间找到平衡，才是刷落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大病院的这急诊诊接时间是太长，卫福部除了举办假日的轻急症中心，也打算伫咧明年开始呢，把这急诊的观察层改做是短期住院治疗。亲像干那主抗生素治疗患者，等病情稳定，就会当回到因家，唔免占用病床。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会要求病院设专属空间，有专职的护理师来照顾，那提升到照护品质，也会当把这病床交予同情的病人。因为医护人力欠缺的问题，大病院急诊人太长，有一寡病人为了等住院，拢倒伫急诊的走廊，也是病院的大厅。为了解决医学中心急诊伤塌，卫福部除了举办假日轻急症的中心，嘛预定为明年开始，甲急诊观察床改做短期性住院治疗。像敢若需要注抗生素的患者，病情稳定了后，就会当回厝。在这个休 stay 的过程当中，把他的照护品质做好。我们的给付是比照急性一般病床来给付给医师的诊查费跟护理费的，那么好的空间。赵忠良讲，即马急诊观察床定定因为有一寡病人等无住院病床等几落工，观察床嘛无专属的护理人员，是由急诊的护理师轮流巡视照护。未来会要求病院爱设立专属空间，专门收治短期治疗就会当出院的病人，当做短期住院，会由专职护理师照顾，也当提升病人医疗品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能够让很多的急诊需要带床的病人，不需要挤到目前像是有的在走廊上，可以改善整个急诊带床期间住院的治疗的一个环境。赵忠良讲，已经把急诊观察床护理费、健保支付标准提高，让病院提升急诊观察床的照顾品质。而且短期住院无一定爱设置急诊的空间，也会当伫附近空间设置，也无一定是病房的形式。不过必须兼顾照护品质，未来也会当设法让短期住院制度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对今日开始呢，这会当进行猪仔拍卖运送，也有台猪仔。婚礼的肉品市场表示，讲今日的猪仔数量有管控，拍卖2650只，平均贵是加1成。那这拍卖价销是1公斤96至101块。那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加强防疫，规定26进前也是禁止外县市的猪送来到台东。经过15天禁宰含猪只的防疫，初7早起8点40，婚礼肉品市场正式开放拍卖猪只。第一只猪重132公斤，拍卖价是10公斤99.6块。99.6块每公斤，那看起来价格还是跟我们10月22号疫情爆发之前来相比较的话，也是相对的稳定。那也感谢猪农猪农朋友能够很秩序的出租。虽然讲全国是公布在解禁问题，但是为了加强防疫，台东县政府赶快维持在26进前禁止外县市甲猪仔运入台东县。那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外县市的猪有感染的病菌，然后进入我们的拍卖市场，然后交叉感染，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个猪农。虽然讲初7早起嘛是干那冷冻猪肉会当买，但到下晡包括婚林和台中的本所市啊，拢已经会当买到国产温体猪肉。业者预估消费者是比较早增加1成到2成。大约1成2成，因为今天都要生意场都要换一寡货。较紧的恢复正常拢要有饭好食呢。很有信心啊。对啊，而且我们还是习惯吃猪啦。农业部表示讲，到初7下晡1点半，全国各地20个所在的肉品拍卖市场，有16个开放拍卖猪只，毛猪拍卖价销伫10公斤96块到110块，各算平稳。大部分早市的肉大对初8早起开始，就会当卖国产温体猪肉。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政府今起到议会进行非洲地质专案报告，市长罗秀燕是搁在会室内。不过，立院的机关要求讲，把这报告摕到登记。来讲到这油喷的处理方式呢，这台中市的环保局就讲，若准用烧的是会当继续来处理，若准要继续禁止用喷气滴，就要含中央讨论找出固定的办法。农业部长陈俊贵就强调，会用2礼拜做一个单位，来加强检视各地方政府也有相关的做法。大家辛苦了，让大家担心，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秀燕在这个地方向大家鞠躬致歉。台中市长罗秀燕初10早起去市议会做非洲地质专案报告，搁一届甲大家行入会室内。不过，立院议员这个报告的数字甲药调无确实，要求大爱退转去市府。市府讲，国内并无新增加其他非洲地质确诊的病例，相关的禁令嘛小连续解除。不过，目前也是依次禁止用喷气滴的这个禁令。市府讲，现处时台中市过行过喷，要是全部拢用焚化炉烧掉。目前我们还有办法指引来处理现阶段的那个厨余，但是后续如果禁止养猪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处理方案。环保局强调讲，即卖因为有加入过行过喷的处理，内底有水分，所以焚化炉咧烧的效率嘛有提悬。目前台中市每一天会产生差不多250吨的喷，拢有法度全部处理掉。不过禁止用喷气滴的这个政策，若要持续落去，就要甲中央讨论其他会当处理的方式。未来全国敢会统一，拢禁止用喷气滴，中央也无一个答案。农业部表示，针对用喷气滴，所来会加强监控。中长期的部分，我们就会考虑整体国内的这些厨余怎么样再利用。达到一个环境也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短中长期，我想我们随时在滚动跟环境部在一起检讨。行政院长杜永泰伫立法院答询的时阵表示，有关下喷的设备甲法规，拢会更较严格来管控，嘛会加强边境的管理。但是我们还要加强的是，不会再有从边境进来的，所以明天我们会去看边境的管理。我希望从内而外把它再做安全的检查一次，只有更趋严，绝对不会放松。杜永泰表示，边境的防护甲过去来比，敢若会愈来愈严格，并无放令，而且会阁增加20%的量能来做边境管理。也若用喷气滴的禁令敢会放令，会伫符合3个前提之下才会来开放。环境部嘛讲，未来下喷的温度甲时间会转停连线起立分段，提供予中央地方甲业者来看，目标年底要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发生正严重车祸，昨下昼下晡呢，一台要去垦丁铁佗的电动车，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驶一个伤过紧，弄到一台蓝马孔的后斗，结果再弄到单红顶的乌多摆，这件事故造成电动车的驾驶不幸过往，车顶3个人，也有骑乌多摆的2个大人、2个囡仔轻重伤，目前送病院治疗当中。一台蓝马控车经过恒春台26线，过无几秒，一只电动车对后面高速劈过。电动车闪无过，先弄到蓝马控车的后斗，失去控制，规个对路边等红灯的乌多摆搁弄去。对另一个角度看，等红灯的民众想要闪煞袂赴，互电动车扫着。乌多摆2个大人、2个囡仔小在受伤，2个大人伤势严重。电动车面顶4个人，驾驶死亡，驾驶的太太和车顶2个囡仔嘛受伤。就有人飙车，然后这台车刚好要右转，然后就直接追尾撞到后面。汽车吗？汽车。它的轮框在那里啊。事故现场，电动车和机车规个弄甲密密麻麻。这件车祸发生伫初6下晡晚5点左右，姓李26岁查甫人，租电动车载太太囡仔，准备要去垦丁佚佗过生日，驶到恒春，唔知影原因愈驶愈紧，发生意外。姓李的查甫人送病院了后死亡，太太因为无下安全带，摔出车外，2名囡仔拢送病院检查。我对他的生活状况不是很了解，就是他出来，他也都不太会跟我讲他要干嘛。家属表示，死者平常出门袂特别交代要去倒，就讲要去佚佗尔，想袂到煞发生事故身亡。目前伊大体囥伫枋寮殡仪馆，等待检察官烧验，调查车祸发生的原因。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台南某一个警察分队内面的交通小队长去向检举讲，伊私底下偷改车祸案件，搁再透过系统去查上百案的事故资料，涉嫌伪造文书、违反告诉法等等。目前，这个小队长已经向记代告调离开主管职务，也该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警方甲消防人员联手处理车祸现场。今摆北主台南市某分局一个交通分队前小队长，今年3月违规用警政系统查交通事故资料，甚至大主大意改事故案例。警方主动稽查，发觉有问题。经过督察室调查，有这件代志，消息传出来，民众质疑，安尼可以使相信上。身为警方在做篡改这件事情，我们身为民众，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警察是属于正当的机关，应该是我们民众最相信的一个机关啊。那可是他们却做出这样的事，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还要相信谁？经过了解，台南国局处逐个月开道案汇报，针对交通改善来检讨。这个小队长甲 A2 事故，也就是车祸有人员受伤，改成 A3，干那车辆也是载物损害。另外，伊嘛透过系统查上百笔的交通事故资料，引起基层警员不满，烦恼连带有法律责任。3个警员向督察单位检举，经过初步调查，案件关系到伪造文书甲违反告诉法，唔那将因处分，嘛已经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该名小队长未透过正常申请程序及受托查询交通事故资料，以及涉嫌透过交通事故案件审核，未依规定擅自变更部分事故案类。该员行政存储部分依规定可予记大过处分，并改调非主管职务及调整服务地区。台南市警察局强调，会配合警方提供所有查询的记录甲相关的资料，全面厘清责任。后续原来强化内部稽查甲通报机制，防止这款情形搁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阿里山新民铁路按算伫明年6月推出全新的列车新里号，为了要测试火车，阿里山新民铁路伫这2个月对家己的北门车头到德家车头已经完成3届汽车含记录，现场也成真侪火车迷来遮翕相。阿里山林铁新的火车新里号豆豆啊，驶入摆车站了后，等要翕相的民众把握机会，赶紧用镜头记录落来。为了要测试新车的性能，林铁伫北门车站甲德家车站之间的汽车，就像一寡家己火车的民众，专工伫遮等要看新车。还蛮难得，就林铁自从经历了很久一段时间的停驶之后，这几年陆续营业，那有陆续采购新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这台新里号是阿里山林铁为了要发展观光列车所打造的高阶车种。今年8月的时阵，才运到家己车库园区。10月到11月，新里号已经试车3届。林铁文资处表示，3届汽车顺利完成，有记录相关的资料，方便进行调整的工作。测试过程顺利，而且同步记录各项运行数据，据以调整及优化相关系统。预计在115年3月。完成各项功能测试及嘉义到阿里山区间之试运转作业。林铁文资处指出，为了配合阿里山铁路的原来设计，新里号除了有动力较强的新引擎，车内设备甲空间嘛拢有做更较好的规划甲设计。按算明年6月底前会通报交通部核准营运，到时阵会来服务家己到阿里山这条路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回答执行长黄清芬今坐以私人的飞行机到台湾，直接飞台南机场，按算会停留1天半。针对着台湾总部地点，黄清芬表示讲，这土地问题会当顺利解决，伫台北起一栋正水的建筑物。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呼吁回答，会当伫咧台湾设一间有够资本额的子公司，互地方产业和税收拢会当提升。轻便的乌衫白裤，回答执行长黄清芬初次下晡坐私人专机到台南，这已经是伊今年第4届来台湾，亲口证实要参访台积电3纳米厂。Why am I back? Well, business is very strong, so I came back to encourage my TSMC friends. 要加油加油！
讲家己一天半都爱走台南、台北，一甲车北要参加新竹台积电运动会，加创办人张忠谋做阵。不过对外团回答海外总部要设立伫台北北市区 T17、18基地，伊就是张忠谋斗牵线。黄金芬表示无清楚，毋过嘛未感觉意外。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uld like NVIDIA headquarters to be in Taipei, and it is also the city where we already have many employee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we have, the office space is too little, and so we need a much larger office in Taipei. I'm hoping that the land discussion will be resolved, and we can build a beautiful building here in Taipei. 台北市长周万安讲，希望辉达会当伫台北设立子公司，并且有一定的资本额，毋是以即马的新加坡，还是维京群岛分公司来甲市政府对接签约。站在台北市的立场，我们当然希望它可以选择设立在台北的分公司。我想，不管对于整体产业、税收能够带动的这个全面的提升，我想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他们审慎的评估。那我想回答，他目前也正在研议当中。对成功人寿甲台北市政府双方分手费确定44.7亿，上紧后礼拜有结果。人寿母公司台新成功金讲一切顺利，天后解约多销地上权了后，台北市政府会以专案设定地上权互回答。已经伫个外口走踪3礼拜，黄金芬笑讲即届真正无时间洗牙齿啊，嘛无机会甲周万安见面。不过后届还有机会。It's okay, I'll be back.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今仔日进行 NCC 人事同意权投票，投票进程呢，这民进党团就表态全数支持。不过在野的南北合作利用人数优势，这4位人选拢无人选调，也因为这 NCC 剩3名委员无法度开会做决议。国民党团是呼吁讲，这 NCC 的人选就要邀请在野做伙来推荐。民进党立委伫议场内大声喊口号，佮摕老肉饭、猪肉禁毒，切切解放。立委呼吁民众加支持猪农。不过立法院煞来就进行 NCC 人事同意权投票。条爱立委排队投票，行政院提名成大自工系教授张英先、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明修、正大光电系教授黄伟伟，加世新大学团管系助理教授罗慧文做 NCC 委员，由张英先、田明修担任正副主委。因为 NCC 今嘛敢若剩3个委员，民进党团表态全部支持。那我们党团已经决议，就是一致支持 NCC 独立机关，因为在野党的杯葛，造成了延宕多时。那我们希望呢，接续下来能够让 NCC 顺利恢复运作。不过，在野的南北党团拢表明封杀，国民党团阁向执政党发讲，应该爱比较中选会委员人选，邀请在野党推荐。也可以来请这个在野党来推荐人选，来去找出最适合、最专业、最独立的人选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本之道。这些被提名人根本不堪检验。卓荣泰提了一个从学界出来的小白兔，又不懂电信，又不懂传播。伫南北联合人数优势，投票的结果4个人宣布封杀。原先民间团体是期待这届人事案只需要通过1个，安尼 NCC 就会当开会做成决议，恐惊已经无希望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湾推动艺术边缘议题，创办非营利组织小红帽唱技工作者林薇，最近受到邀请参加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峰会，却向临时要求讲着爱换国籍，最后却是向取消参赛资格。伊怀疑讲是中国伫遐变鬼变怪。外交部回应讲呢，这联合国体系长期以来拢是拒绝用中华民国护照民众入去联合国参访，或者是出席相关的会议，这已经是严重侵犯民众基本国际事务的基本人权咯。This is an open letter to Dr. Tedros. 捌因为发表后 WHO 秘书长的公开批引起关心，长期伫台湾推动月经病权的议题，创新非营利组织小红帽的林薇，本来互人邀请去参加咱30年伫卡达举办的世界社会发展峰会，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却要求伊爱改换国籍，到尾因为安尼无法度参加。一起让台湾成为一个月经平权的国家。
林美大文指出，回批互伊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姓名是用华语拼音，而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峰会发表演讲，这个台湾人无法度参加，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打压。外交部抗议联合国体系长期拒绝替中华民国号召民众进入联合国参访，也甲出席相关会议，严重侵犯国人参加国际事务的基本人权。外交部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尽洽争取，也要呼吁联合国力抗中国蛮横压力，落实联合国宪章揭示的维护全人类平等权利的宗旨，尽速改正对我国人不当的歧视待遇。另外，马绍尔巴拉圭会期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车上来台湾6天，会晤副总统萧美琴、外交部长林佳龙、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其中会期毋是咱的邦交国，不过会期上台塔拉吉尼大使伊讲，这届有助了解甲熟悉台湾，未来也会持续推上两国关系提升，引起中国的不满。如果有出现跟非邦交国的一些来往，甚至是公开的，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趋势啊。好，那现在世界越来越重视台湾，我们现在就是跟世界各地各国都有越来越正常的来往。外交部处长吴志忠讲，外交部真重视甲非邦交国的交流，各国甲台湾正常交流是趋势，无需要想伤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愈来愈多艺人逼出闪做兵的情形，进行这最高检就建议修法，甲刑度9悬到7年以下，袂当用罚金代替。内政部表示讲，会向加重处罚的方向来做研究，也讨论讲，闪做兵的人若超过做兵年龄，罪行可能会加重3%。若准体能部分出问题，会当做替代役，这部分会和国防部来讨论。很特别，我怎么讲话也变这样？艺人阿达在今年的节目金钟奖接入为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所讲入闪做兵的风波，其实就连提过金钟奖、金曲奖的四树玲同款嘛陷入争议，两个人拢选主动去新北地检署来说明。面对艺人闪做兵的风波持续烧，进前最高检就建议提高法定刑度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互因袂当用罚金代刑。若为黄建和是提案修法，就算闪做兵者到36岁拄役的年岁同款来补做兵。内政部回应讲，针对超过1年的闪做兵者，有可能加重基刑2/3。若本地判定做替代役，会当考虑补做替代役，但是还未定案。支持修法严惩伞兵，完善我们法规的漏洞。那国民党已经提出相关的修法，后续我们会在立法院持续推动。真正的问题不在刑度，在执行，不要只有用罚金或者是缓刑。依法应该要加重其刑，不能因为他躲得够久，没有被发现，就免除他的义务造成侥幸的心理。但这无过讲到，若是超过36岁闪做兵者，伫体力这方面无法度做国防部的双臂兵，可能嘛会当考虑做替代役。相关草案搁在讨论，会和国防部做伙建议相关措施。专家认为讲，就亲像现役的军人犯罪，若必须发假执行，嘛是要等刑期结束这个回忆。过往军队在当兵其实有一种兵叫做回忆兵，他在营内犯法犯罪其实等他比如说之前比如关禁闭期满之后，那个役期不算而且呢，就算你上不了战场，至少营区的卫操勤务你总要会吧。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会和内政部相关部会来建议，而且强调讲，拄役的年岁和妨碍兵役不是完全合作伙，因为有构成妨害兵役的行为，就会以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来治罪。拄役的年岁会考虑无共阶层，和会当达成任务需要的年岁做伙去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拜因呢，伫台中有一个新建案，一名54岁冷气师傅，伫咧倒冷气时阵，对18楼落到2楼不幸来过往。这电气商业工会今仔日徛出来开记者会，因是认为讲台湾的大楼呢，拢无留空间，互这个师傅去倒冷气去施工，才发生这款的悲剧，呼吁政府爱受罚。装一个铁架就开始坐伫高楼按冷气，穿蓝衫的这位师傅搁较勇，骹步一踏叉，连面就摔落去。几工前11月初1，台中有一位54岁冷气师傅，对18楼摔落去2楼，当场死亡。也捌伫咧港栋大楼24楼做事的冷气师傅，收起来管他心惊惊。有可能是要搬运设备，因为那个搬运设备如果没有架那个防护网的话，你要搬其实不怎么的好搬。因为那个你机器一台大概都60几公斤，我的建议是说，那个下面最好是做那个铁网。
台湾不管是旧厝或者是新厝，真侪大楼拢无留空间，互冷气师傅作业。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对民国109年到今，台湾安冷气维修通报一载案件，拢总有65件，当中有47人死亡，大部分拢是对厝顶挂墙和露台摔落来。电气商业工会希望政府爱重视劳工的安全，爱规定大楼爱留空间，互师傅有所在通徛。若无一台冷气40公斤到100公斤拢有，徛伫20几楼安冷气，真正是用命咧做。旧的建筑物会当迄个管理委员会迄边会当互阮到剃汤，还是讲安全的栅栏啊？伫新的建筑物是毋是讲伫画图深度的时阵，就把这个安全的空间留出来？我们在112年9月有一个解释函，好，那它是规定说，这个装设这个冷气维修的护栏，不是所谓的《公寓大厦管理条》第8条的所谓的那个铁铝窗，好，所以它是可以装的。根据公寓大楼的管理条例，若是为着安全考量，民众会当设一个藏冷气的铁架啊，除了预防冷气落落来，也会当互师傅有所在通徛。内政部指出，根据规定，社区袂当拒绝施工防护的装置。也若劳动部是回应，治安署有委托协会研究相关的作业指引，来维护劳工的安全。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普发现金1万块已经开始登记啊，其中这新德市会另外再加发5000块，准备后个月伫咧机会通过明年至过分钱。不过最近网络顶头却传讲呢，这条钱发放的对象除了有排付条款，搁再排除军公告。新德市政府出面驳回，讲这是假消息，唔通相信。新德市正正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拍算编预算，要发予市民一人5000块现金。议会把准备伫12月会通过，上紧伫明年2月就开始发。不过最近网络顶传出，市府会针对发放的对象增加排付条款，佮要甲军公告排除在外。市府赶紧出面澄清，讲这是假消息。近期有谣言指称，主市府规划在明年发放的消费金有排付条款，以及排除军公教。新竹市政府已经严正澄清，再次重申，规划在明年发放的消费金无排付、无排除军公教。新德市是全台湾第一个宣布要发现金予民众的县市，就是新德市民除了有中央的1万块，计当加领5000块。有市民讲，家己足幸福的，摆好运用这加出来15000块。像这15000块吼，像阮这种买菜人会使摕来买较济鱼啊，买较济肉吼啊，牛排嘛会使买，啊，搁买较济菜，算讲加菜啦嘛，袂歹。政府有发1万块，然后新竹市又发5000块，那我们家刚好4个人，加起来6万块。如果比较大型的家具要换的话，譬如说我就想买一台冰箱，一起用还蛮好用的。市府指出，只要伫今年9月30进前，户口伫新德市的民众，拢会当领这5000块，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会直接入口做，其他是透过 APP， 也是直接到银行领，总人数大约会超过45万人。记者狄君和新德报道。为了要鼓励这些少年家接触艺文和运动，政府发行文化币也有动资券，希望大家赶紧使用。政府也推出讲，若像这文化币和动资券，拢伫咧11月底进前甲用好了，就会另外送200点的文化币和100块的动资券。另外呢，这文化部和运动部也拍算要推出台湾以亚洲运动会特点，也有上百万运动玩家甄选的计划。为着要鼓励少年家加接触艺术文化和运动活动，政府有发行文化币和青春动资券。亲像文化币是13岁至22岁少年家通使用，青春动资券是16岁至22岁通使用。文化部和运动部都进一步合作推出加码，若阵文化币和青春动资券拢伫11月底进前用了，2种就会搁加送，上侪会当摕到200点文化币和100块的青春动资券，使用期限是到年底。文化部长表示，期待未来有更较多运动主题的作品出现。要合作对外征求这个运动漫画哈，我觉得李阳部长刚才讲了，就是说他虽然觉得那个羽球一打就落地哈，他不太知道画漫画的人可以拉很长，比如说要打球的时候就先特写嘛，对不对？然后打的时候可以画好几格这样子。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文化币拢总有206万人符合领的资格，也毋过，各单也有21%的人也未领，嘛提醒符合资格的少年家赶紧来领。
伫咧青春动资权的部分，运动部长李勇表示，家己较当有关是维持运动的习惯，嘛鼓励少年家会当加去参与运动的相关活动，亲像看比赛，还是去做运动等等。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就像刚刚李远部长讲的，其实我们都是能不能在路上一直持续迈进、持续进步。所以我自己的座右铭是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得到希望。伫咧台顶，文化部长和运动部长毋若互相交换礼物，两个部嘛拍算在未来同齐推出亚洲在场台湾和亚洲运动会特点，也佮有上百万运动万位定选的计划，希望运动甲文化拢通有更较好的发展。记者陈心动、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到高雄，讲到最近少年所发生农地荒偷倒这垃圾土的事件，市政府想要找这公办的土主场，地方说是真反对。经过中央和市政府的协调，对今开始呢，这高雄的公共工程废土暂时再去高雄港的南青计划区。那地方的环保团体就认为讲，这拢无含地方参详啊，也烦恼讲交通出问题，甚至是监督机制敢有完整。我们今天也可以开始在公共工程的部分，可以进到南新去做土方交换。水利局长伫议会答询讲出，高雄的公共工程废土对初起拢会当再去小港的南青计划区墩。咱实际来到现场看，原地路口的护栏已经无快，入口处嘛有设管制站派人伫遐顾。8点钟的时间，都有6台车载土来到，有民众逐工拢会带狗仔来散步，常常看到这个画面嘛三无脏。之前不是都荒废了，就荒废了，对啊，所以现在工程不知道做什么。他好像要倒一些那个废土，营建废土，公共工程的营建。这边啊。对。好，为什么要倒在这边啊？你看卖其实你无看过，还佫现场有看，还佫有诶无有诶，拢爱检，伊拢爱检查，伊顶悬嘛佫有收银机啊。对附近接运工地载废土来到，逐台车经过管制站，拢爱现场起来检查。工务局表示，南青计划区会当收300万吨的废土，目前是先以公共工程的营建废土为大省。不过，正经开始做啊，地方说无接到通知，环保团体讲，市府无讲无答就开始做，交通塞车的问题要安怎解决？废土的监督机制敢有完善？市府袂使牺牲居民的权益。伊到底一天会进几台偌济车辆，偌济抓？走几抓？伊是一个饱和度，阮嘛唔知呢。系啊，所以我感觉讲伊的冲突就决定决定安尼，伊所有的配套，伊拢无讲清楚。要安怎确保载入来废土是合格安全的？针对地方的质疑，也有原地要做的公办土主场，敢有要搁催？市府无做规定，敢若讲后续会正式对外说明。记者柯家祖、超雄高雄场报道。即马真侪所在袂当食薰，若主人故意要偷剥薰，伊剥一支薰偌久的时间，人就走啊咧。昨暗暝有民众伫咧中和4号公园遐伫咧食薰，拢无伫守这袂当食薰的规定，民众就向警方和卫生局检举，所以拢无法度随来处理。卫生局表示讲，通报了后会立案登记，随到现场稽查。今年到单呢，这新北市厝地公园食薰的案件就100件。新北市中和4号公园有人拿剥薰来移牌啊，就算到店有写公园袂使食薰，不过因要是完全无咧休。在公园是不太行了，因为有老人家有小孩，会有警察来巡吧，有时候巡到他会规劝。公园不是本来就不能抽烟嘛，会影响到小朋友比较不喜欢了。无论是到店或者是告示牌啊，现场真侪所在拢提醒公园内底禁止食薰。不过中日有人控诉讲，警方接到通报去现场，迄个人已经无咧食薰啊，所以无法度登记伊的资料。了后，伊去卫生局检举，想袂到对方回应讲，稽查人员敢若伫咧上班的时间才会去现场。就会把他定下，就告诉他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我们不会只有上班，我们还有假日巡查的。像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增加巡查的，相较去年增加40%。面对民众的指控，卫生局驳回讲，因的当然袂安尼回应。若照流程，伫登记资料了后，会无定时去遐稽查。尤其新北市的公园目前是全部禁止食薰。今年到当抓到公园食薰的案件，新北市就有100件，相当罚1万块。我想侥幸心理是一定有的啦，就是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宣导，其实大部分的吸烟的人比我们一般的人更理解法律。照薰害防治法的规定，公园内底除非有设置食薰的所在，若无是禁止食薰。不过当时基金会讲，部分的民众要是结酷，建议要是爱加强警示的措施甲处理。也若立美化环境警管处回应讲，伫咧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通过了后，公园管理的权限会委托予区公所就近来管理甲劝导，相关的规定就会当搁较明确。
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总为5月11月开始就是掠满载的季节啦。不过前一阵受到风台影响，这海墘全是水流差甲粪扫，影响到渔民作业。县政府即马开始伫咧摒扫咯，这佫需要1礼拜时间。宜兰沿海的海沙坡全是水流差甲粪扫，这拢是前一阵风台和东北季风强破效应的大水雨影响，溪水甲山区的水流差甲粪扫冲来海口的沙坡顶。怪手直直咧清运，因为昨月就是满载季，真侪讨海人伫海沙坡大埔旁半暝就落海掠满载。不过讨海人伫斗讲，即寡水流差甲粪扫严重影响因的作业，暗暝看无清楚，落海的时候唔会去挂倒，鱼网嘛有可能会去互挂破。那我们下海会不会可能卡到网子啊什么？会偶尔会偶尔会。对啊，那个还是清掉比较好啦。对对对。有啦，就是无方便出去袂挂倒，会晓时啊，漂流啊，或者踢到会挂倒。后礼拜恐惊有风台来影响气候，县政府目前的清除作业有过1礼拜才当清完，有一寡讨海人心内真不安。希望讲伫10天内当甲做一个适度的清理啊，互咱伫这个掠满期啊，互咱这乡亲大家当顺利来做一个掠满咧。那大概一些重点的地点的部分，我们会尽快把它处理完成。那还给这个海岸一个干净的环境，这样。县政府讲，30日就有去清理沿海海岸，已经先甲重点的区域整理好势，会赶紧作业，希望尽速甲海岸摒清去，方便渔民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自由广场唱台语歌，音乐家简尚仁老师明仔载要带参远甲副乐团表演台湾歌谣，要带咱的观众呢做伙来听歌，了解咱的历史。家己查某咧真标致，若要嫁人，请你社会来通知。音乐家简尚仁咧唱的是《家己查某》，这条歌是几百当前先民来台了后，就不断伫咧台湾这片土地创作出来传统民谣。后来甲1930年，日本时代嘛继承这寡传统，甲台语的7声8调唱出技术的境界，亲像望春风、苏桂红等等。倒一项会感觉有别项，把文笑咧目睭讲。伫戒严时期发生美丽岛事件，简尚仁也创作出《讨海人》这首歌，除了纪念先民渡过乌水沟奋斗的精神，也写出台湾人民追求本土民主甲希望的愿望。简尚仁老师讲，到现主时的台湾，主要有4个族群，大家无分你我，无搁相搭，而且搁展现出团结斗阵爱台湾的精神。阿爸的歌，阿母的话，阿拢无换世界。咱除了讲原来老台湾的河洛人、客家人、个原住民以外，有另外加入一寡。以前叫做外省人，但是咱即马个叫做新住民啦，嘛是咱遮住民，吼，较慢来呢。所以即马4大语的族群，虽然大家语言无共款，毋过我们要注定一家人啊。这歌歌曲拢是简尚仁老师创作，而且伫11月初8会点中正纪念堂演出。这届伊带领参与乐府乐团举行咱的歌，咱的情的讲唱音乐会，内面包含8种乐器，有西洋的吉他、violin，嘛有亚洲的片仔，东方西方结合，希望互观众听到一场充满温度、土地情感的音乐会。记者陈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这届全球小姐的选美比赛当咧泰国举行，所以也传出这泰国主办单位的高层当面骂墨西哥的参赛者，甚至骂人是箭头。其他的参赛者是真不满，做回退席抗议。You have a voice, but you have to respect the voice. You are not respecting me as a woman. What? No, why you stand up? Security. 全球小姐比赛，泰国的总监纳瓦特伫个几20个参赛者的面头前。公开甲墨西哥小姐法蒂玛波西梅讲，伊听墨西哥总监的话，无发布宣传的内容，还佫甲骂讲伊是箭头，强势态度引起其他参赛者的不满，是招拢对波西做伙离开。纳瓦特大声话讲，要取消这个甲波西战胜的参赛者的资格。If anyone want continue the contest, sit down. 现场大部分的参赛者并无因为这个威胁，就选择留落来。
包括现任的环球小姐丹麦泰维格拢做伙离开。因讲甲选手乌白礼是真无尊重人的行为。也若表示各位团队徛伫波西这边，主席罗灿嘛发表声明，大力谴责纳瓦特，甚至考虑采取法律的行动，嘛宣布会派国际代表团来接管。纳瓦特国不理将都爱出来说明，伊强调讲，伊所讲的是 damage 伤害，并不是 damage 骂人是镜头。I said damage. If she believe and listen, national director is damage to you or to the queen. I forgot it, but I said damage, not damage. ผม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ผมก็ขอโทษแล้วผมก็เป็นมนุษย์คนหนึ่งที่เป็นมนุษย์ที่แบบมีรู้สึกเจ็บรู้สึกปวดรู้สึกท้อ。纳瓦特事后嘛，伫初五一个活动当中，佫一届甲参赛者会师礼，强调讲这代志拢已经过去啊。这一届环球小姐选美的总决赛会伫2日来举行。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来看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众议院查甫议长佩洛西，伊初六宣布讲，伊这届结束了后，伊袂搁再参选啦，也代表讲伊要来结束这38年来政治人物的岁月。这位对加州旧金山选区出来政治领袖发布6分钟的告别影片，有1991年伊伫咧北京天安门广场求布条啊，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有2022年访问台湾伫咧总统府的历史画面。Thank you, San Francisco, for trusting me to be your voice in Congress. May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5岁佩洛西初六用将近6分钟长的告别影片，向服务38年旧金山选区民众宣布，这一届任期结束了，伊袂搁竞选连任。这位民主党阵营的铁牛仔是美国史上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伫4任总统内底，伊做2任的议长，伫众议院内底领导民主党议员20年。I mean, truly a history-making speaker, but also a very, very effective one at a challenging time, and the body will miss her. 佩洛西推动的法案有乌基健保气候变迁立法甲基础建设专案，佮2摆主导对川普国会弹劾案，前2次加州进行的特别选举。选区中会50号提案公投，佩洛西也是重要的幕后推手。2019年，川普伫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佩洛西伫后边抓到演讲稿的这一幕，佮正做美国政党政治走向两极化、水火不容的经典画面。Nancy Pelosi. I think she's an able woman. I'm glad she's retiring. I think she did the country a great service by retiring. 旧金山选区欢迎选民真多，美中台两华关系基地也常常因看到佩洛西的身影。1991年，伊伫北京天安门广场求布条，相反中国民主运动甲2022年访问台湾伫总统府得到这种大受兴奋勋章、授勋的历史画面，拢出现伫伊个别影片内底。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台湾因为爆出非洲猪瘟，全国拢真紧张，甲咱交流真密切的日本也真关注台湾非洲猪瘟疫情。伫日本的横滨，今仔日举办一场台湾美食推广活动，这猪肉产品内面呢，就有台湾的排骨、烟肠等等。活动开始进前，台日双方的合作单位讨论了后，决定这活动要照常举办。日本yokohama大型连锁店冈山下总本店7号下晡展开台湾节活動，要讓日本民眾感受台灣食物有偌好食。私たちは今後も台湾と日本の架け橋と両国の文化、食、人の交流を深める活動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このフェアでその第一歩となり、より多くの台湾の魅力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活動中推出台灣食材製作嘅排骨便當、排骨炒飯、台灣嘅煙腸甲番薯球等真有台灣味嘅產品。なんかいつもパイク麺は食べ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けど、下にご飯があるのは食べたことないので食べ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日本的便当好像都是冷的居多，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便当好像是可以加热，就会有那种台湾买到那种便当的那个热便当的感觉。为了拓展外销市场，台湾猪肉加工制品今年甲日本出名的连锁店合作。布店范围自本州到北海道，拢总21个商场同步销售。两国对于各自的，包括农产品在内，还有我们这一次展售的台湾的这个猪肉产品，我相信不光是日本民众，如果知道这个讯息，一定会踊跃来购买。
那当他们吃了之后，也会踊跃的跟朋友来介绍台湾好吃的这个猪肉食品。伫个筹备期间，拄到台湾发现非洲猪瘟个案，台日合作单位密切讨论，嘛决定活动如期展开。传统的迄个伫个 DJ 嘛是有啦，但是说人伊会当3个月之内会当所有马上算讲防治起来，这个就跟咱台湾目前讲，咱人3个月防治起来，拢嘛是会当受到这个国际算讲吼，会当因的支持。台湾的猪肉加工制品外销到日本，产品的品质是基本要求，是毋是会当增加台湾品牌价值？啊，有产品的附加价值嘛是重要因素。以上是记者伫日本所做的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